大家好，我係 Lam 少嗱，今日咧就帶大家過嚟百里山呢度，睇呢間大平層。咁啊喺呢個入去睇呢間屋之前嘅話咧我哋先睇睇呢個小區吓。咁啊成個百里山咧，佢係處理呢個振華路路邊上面嘅。咁然後咧成個小區咧係人車分流噶吓。咁啊可以見到，哇呢一啲咁樣嘅水系園林設計，真係令人非常之舒適。咁啊呢一個小區嘅話咧，其實係比較大嘅吓，而且咧呢度咧住嘅港澳人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啊。咁啊整個小區嘅話咧，佢係有會所啦，亦都有呢一個游泳池啦吓等等啦，都有基本上呢個設備咧吓都係齊全嘅，而且停車位嚟講咧吓，亦都係比較充足吓。咁啊成個小區咧，你可以見到打理得咧係非常之整齊啊，非常之乾淨，非常之企理嘅。可以見到呢啲咁樣嘅花花草草修剪嘅話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吓。咁啊我哋今日睇呢一個大平層咧係去到咗200幾方嘅喎，係南北通透嘅呢一個戶型嚟嘅吓。OK， 我哋就隨住我哋嘅鏡頭咧，而家上樓去睇一睇今日睇嘅呢套大平層。嗱，而家咧我哋就上到間房度吓，可以見到呢個門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吓。子母門呢啲咧就係呢個大平層嘅一個標配啦吓，呢個門口都大啲啊！一入到嚟咧可以見到，當年咧呢個業主咧對呢間屋嘅裝修啊，其實咧都係好抌本嘅吓。咁啊呢一度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屬於入戶花園嘅一個狀態吓。咁啊然後咧直過嚟呢邊嘅話咧，其實咧當年嚟講係屬於一個贈送嘅一個面積嚟噶。咁啊，可以見到成個空間呢個大客廳呢個開間咧有成6-7米咁嘅一個空間嚟噶。咁啊呢種大空間咧先對呢一個大平層嘅標配吓。咁啊成個戶型咧佢係南北對流嘅一個設計嚟噶，由主陽台望出嚟吓，係對住成個小區嘅呢個游泳池啦，同埋呢一個會所啦等等嘅呢啲景觀。咁啊呢個景觀嘅話咧非常之靚仔，望起身非常舒服吓。仲有可以見到我行到盡頭啦吓，呢一個6米至7米嘅一個大陽台咧係非常之舒服。咁啊現時嘅呢一個大平層咧其實標配咧都係有呢一啲大陽台，但係新嘅除外吓。嗱呢一套咧就係百里山16樓嘅呢一個224方嘅大平層。咁咧佢總共咧係有3間房咧係朝南向嘅吓，有2個咧係套房嚟嘅。咁啊其中一間套房咧佢個遠景咧亦都係非常之靚嘅吓。主人房嘅話咧會擁有一個獨立嘅呢一個衣帽間吓，咁然後咧亦都擁有獨立嘅一個細細地嘅戶型嘅陽台。咁啊其實咧呢啲面積咧就非常之實用嘅吓。咁啊可以見到以前呢個業主對呢一間屋裝修非常之用心啊，可以見到地板呢啲咧基本上咧係進口嘅。咁啊好似天花呢啲等等嘅設計咧都係非常之花心思嘅吓。咁啊其實呢一種大平層咧係非常之實用嘅吓，可以見到整個面積咧佢贈送嘅咧真係比較多吓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呢一棟樓每一層係得2個單位嘅啫，2梯2戶，基本上咧係屬於專梯專戶嘅一個專櫃式嚟嘅吓。OK， 咁啊呢一間屋所有嘅情況咧我哋都睇完啦吓。包括小區啦、戶型啦，同埋咧屋內嘅一個實際嘅情況啦等等都完全帶大家睇完啦吓。咁如果係你覺得唔想住別墅，而且又想擁有咁大面積嘅話咧咁呢一套大平層咧，咁其實咧就可以好值得你去考慮噶吓。因為呢一個小區嘅位置夠靚亦都係夠專嘅。呢個小區嘅環境亦都係夠靚啊。咁好啦。成間房呈現晒俾大家啦吓，如果大家對呢一套房感興趣嘅，可以掃描我屏幕上面嘅2維碼，加我微信，約我過嚟實地睇房。